Uno 你一定玩過，咁多年嚟出咗咁多款，唔知你又識玩幾多款呢？ Uno 單面玩，咁如果雙面都玩得又會點呢？ Uno Flip 同傳統 Uno 基本玩法一樣，每人7隻手牌，按相同數字或者相同顏色出牌，冇牌出呢就摸牌啦。Reverse 改變出牌嘅順序 ，While 轉出牌嘅顏色 ，Draw 1就罰下加1隻牌 ，While Draw 2咧就轉顏色，同時罰下加2隻牌。Skip 跳過下一個玩家，打出 Flip 嘅話咧，全部玩家連同抽牌堆由亮面翻去暗面，暗面功能牌咧就加強咗效果，有 Draw 5啦，甚至乎 Draw 到你話嘅指定顏色為止啊！出呢隻 Skip 咧，仲一次過可以跳過晒全部玩家，咁就算你有一手好牌，都可能隨時俾其他人翻盤啦，咁先好玩噶嘛。咩話？你唔想自己玩 ？OK 啊，咁我同你一齊組隊玩 Uno Teams 啦，雙人組隊合作，但係我同你要坐對家喎。出牌嗰陣，如果牌上面有標記咧，就可以交換一隻手牌俾自己隊友，但係唔可以出口術噶。如果隊友冇晒手牌咧，就要分自己隊友一半手牌繼續玩。出 Wild Team Play， 自己隊友就根據你講嘅顏色出牌，但係佢出唔到咧，就你自罰2隻啦。但係如果出 Wild Team Draw 4咧，同隊一齊 draw， 同組拎晒手牌咧，咁先贏啊！組完隊，不如就嚟個 Uno Party 啦。話明 Party 6個到16個玩家都可以一齊玩噶，仲要新增一啲更瘋狂嘅玩法啊！出 Points Ticket 指其他玩家有幾多個人指你，你就抽翻幾多隻牌啦。出萬用連線卡就將2個玩家連埋一齊，直至到下一張連線卡打出嘅時候就再連過。但係如果要受罰就一齊罰噶啦。出萬用堆疊卡，每個玩家都要出牌，出唔到咧就成沓拎走當懲罰啦。仲有一樣就係 Speed Play 啦，只要你手上有一模一樣嘅同色同數字牌就可以鬥快出啦。成班 friend 當然就係玩互相傷害嘅遊戲啦。話明毫不留情，因為實在有太多太殘忍嘅功能牌啦。例如 draw 到指定顏色為止，冇得出牌就要摸牌摸到你出到為止。仲有唔同類型嘅 draw 牌可以 stacking 疊加 draw 上去，冇得出就罰抽牌啦。手牌啊，超過25隻就直接勾出局噶啦。7號牌可以揀任何一個玩家交換全部手牌，出0號牌咧，出牌玩家決定全部人一齊傳手牌嘅方向。隻牌可以將所有同色牌掉晒出去，大癲呢！你又敢唔敢挑戰啊？玩嚟玩去都覺得係咁，不如今次就玩 Uno Zero 啦，6張牌2乘3咁樣排開去，每局咧就可以喺抽牌堆嗰度抽牌，替代自己牌陣嘅任何一隻牌。如果同一個直行同色或者同數字就可以掉牌噶啦，棄牌堆嗰度嘅頂牌拎牌換入去個牌陣度，雙倍罰抽卡，揀2個玩家各抽2張或者1個玩家連抽4張啦，得翻1隻牌未開嘅話咧，就要大叫 Uno 噶啦。只要有1個玩家全部牌開晒或者清晒牌陣就 end game。咁多款 game 都一定唔會冇嘅係 last card 就一定要大叫 Uno 啊！